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两岸的观光交流，什么时阵要进一步来开放呢？陆委会昨主动来宣布，就为后个月开始恢复第三地中国民众申请来台湾观光。啊，那两岸团客这个部分，都要看中国的回应咯。即摆等咧规划，啊，初期的规划，组团来台湾的中国客，甲台湾人组团到中国的人数，一天限定你的2000人。咱的记者专工到台北的西门町来访问，有一间已经开65年的咖啡老店。头家讲，疫情了后，观光人潮已经恢复4成，以新加坡、日本、韩国、香港甲澳门的观光客上多。啊，那中国客用要无半个，所以是不是有开放中国团客来台湾，对因的影响是较细。日头早门都还未开，游客就已经伫咧西门町的红楼翕相做纪念。挺亲切的，近啊，我老婆大肚子嘛，对，你不能坐太久的飞机啊。头家一透早就开始烘咖啡豆啊，在地65档的咖啡店，鸡仔饼一透早就伫要卖了了。想要伫内底啉一杯啊咖啡，人嘛是客，不少游客跟来当先伫外口排队。大陆人买东西都拿皮箱来装。哦，现在当然就是没有。陆委会昨宣布1个月内规划恢复团客，9月份开始，第三地中国民众开放恢复申请来台湾的观光。西门町的店家表示，人潮恢复到疫情进前的4成，其中以新加坡、日本、韩国、香港、澳门游客上多。中国人就较少。他们放在这边西门町的话，大概就是我们半小时、1个小时集合，所以他们也没有时间来这边。他们可能就买什么伴手礼啊什么，那些对他们会很有影响，他们生意会差很多。我们还是希望是散客比较好。针对两岸团客，陆委会规划台湾的旅行社组团，或者是和中国团客来台湾。初期每一天限2000人，一档大概是73万人。专家表示，和疫情进前来比，等于是恢复大概1/4的中国团客来台湾的数量。不过这一切拢只是规划，也得爱看中国的回应。蚊子肉也是肉，至少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。跟过去的高峰一天高达14000人次来讲，它占比并不是很高，所以我们光产业来因应其实是不难的。最近陆委会嘛主动表示优先，初步规划出炉，业者嘛烦恼目前台湾的观光业欠工的问题真严重，惊会无够人应付，所以嘛开始赶紧找人，等待两岸团客正式开放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